نسبت به ملت خود نسبت به وطن خود دولت عزیز خود تاجیکستان صاحب اصلاح خیانت نکنید هیچ وقت你还是原地少些吧你。在这张图中啊，可以明显的感受到我们的一带一路几乎是完美的错过了塔吉克斯坦。既然外部环境不允许，那塔吉克人自己寻求一些突破的方法可以吗？似乎也不太行啊。这张地图下呢，红线内部就是塔吉克斯坦了。整个国家的山地和高原占到了90%以上，在这90%的山地和高原里啊，有一半的面积在海拔3000米以上。由于半个塔吉克斯坦呢都处在了帕米尔高原之上，于是呢也有了高山之国这样的称号。注意北方和西南方还是有少量的盆地和平原的。咱们再回到地图，正是因为这样的地形原因呢，北部的费尔干纳盆地地区较为富庶，而首都杜别上也处在西南部的平原地区。于是啊，由于地理地形的原因，就导致了